多谢伊姐，过来看伫美国的消息。总统蔡英文甲麦卡锡会面引起国际各界的关心，场内人讲甲气氛真好，因过场外有中国的抗议分子甲支持台湾的民众发生冲突，唔安尼尔，也有小台无人机飞过雷根图书馆的天顶，后壁挂布条啊，用英文写讲，这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这个图台状况是有够济，甚至有议员伫这个会面前就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警告，讲啊，这个和美国这个众议院呢，这个盖拉格伫批评讲，这个麦卡锡想要伫美国国土看什么人见什么人，真正甲中国无关系。就伫咧总统蔡英文和众议议长麦卡锡面会瑞金图书馆路口，离军20公尺的大路，支持中国和台湾的人伫咧冤家论战。你们喜欢走狗就回你们的狗笼里面去了。万年的高升旗，万年的青天白日本地红旗啊，两边互相抢来抢去，场面是规个如苍苍，过来看位天顶。真正是下重本，世代飞龙机后壁挂布条，向大家注意。顶面用英文写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甚至有中国人想要对外交部人员说要去雷根图书馆，刚看到两人的行为怪怪，伫咧路口跟鸟鸟上，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，现场的维安是做甲正当真，佮出动真保险来检查全部记者的随身牌影。不过，就伫咧因未会前，有美国议员讲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交官的警告批，要求取消面会，嘛互美国众议员骂甲无力。I talks about it's an attempt to get us to intimidate us and to get us to back down. And as I said in my speech, you know. Wh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meets with on American soil is, quite frankly, none of the CCP's business. 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的世纪集会，和国际拢伫咧注意，超过160位国际媒体申请采访。即摆台美之间的外交上有大进展，嘛中国有的人是看到目空赤，个气不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